第一次嚟到呢度，感覺都唔錯。佢位於將軍澳海天駿匯，係一間北歐餐廳，入邊裝修都幾簡約。佢嘅菜單好簡單，分食物同飲品兩款。呢度主要供應歐洲菜式，包括可麗餅同埋披薩。週四嘅夜晚嚟到，6個人食咗1916蚊，都食得幾飽。我鍾意佢嘅意大利菜式，叫咗2款披薩、2款意粉，仲有1款意大利飯。飲品都叫咗好多款，冇嗌到酒精，主要都係奶類嘅飲品。我特別鍾意佢個青口，個汁用嚟點麵包，相當之好味。大家特別鍾意佢個燒雞，加埋配菜，口感甚佳。最後上甜品係可麗餅，寫咗生日快樂，好有心思。餐飯我都好滿意，每道菜都做得好有心思。除咗雞同羊之外，我其他都食咗唔少。我唔食雞同埋羊係因為我平時都唔食佢哋，所以我唔食佢哋唔等於佢哋唔好味。事實上，其他人呢都對呢個雞呢讚不絕口。晚餐時段呢度經常都係爆滿，所以都證明呢間餐廳非常之有水準。